防不勝防啊！比電詐更可怕嘅，居然係騙貸啊！又有一種新型嘅街頭騙局，我自己都遇到過，大家一定要聽完啊！前段時間我行商場呢，有個大叔突然截住我啊！佢話：後生仔啊，我老花睇唔清卡號，唔該你幫手睇睇下，讀讀我呢張卡嘅卡號係幾多啊？咁你知啦，經常喺抖音拍揭秘騙局視頻嘅我啊，對陌生人多多少少有啲戒心啦，係嘛？我就話我都睇唔清楚啊！你一係揾商場嘅工作人員幫手啦。佢見我咁講，馬上掉頭就走啊，都冇去揾工作人員。呢個時候呢，我先發現佢手機原來係開住個視頻通話㗎。返到屋企呢，我上網一搜啊，先知道原來有一種人面識別嘅騙局啊！就係佢哋會誘導受害者讀出4到6位數嘅數字啊，趁機咧非法獲取受害者嘅音頻同埋面部視頻啊，生成 AI 活體模型，跟住通過面部識別獲取受害者嘅身份證、銀行卡、手機號碼等等嘅信息啊，再用木馬攔截短信喺各個平台申請網貸，幾十萬貸款分分鐘就搞掂啊！跟住再通過網銀驗證碼將錢轉走，整個過程快嘅話半個鐘都唔使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將呢條片轉發俾屋企人同埋身邊嘅朋友啊！如果遇到有人叫你讀數字或者錄視頻，千祈就直接拒絕啦！就快過年啦，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避免呢個財產損失啊！關注我，我係何老師。